国际关系介复杂，加在考试好掌握，各国之间相交叉，战争和平来归纳，题目少少真体贴，拄着轻松来回答。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咱已经来到了政治学总复习的上后面的一个单元，叫做国际关系。咱讨论了国际关系以后，咱就已经会使讲将这个看有的政治制度拢做一个结束。上后面咱阁要去讲的，就是看无的政治思想的部分。咱要来处理这个国际关系咧，其实讲起来就像咱拄则头前所讲的，伊这个单元伫考试的时阵题目数量真少真少，基本上有当时有这个选择题的考试咧，是一题拢无。若是讲这个申论题嘛，是一年差不多一两题尔。因为一年内面有真侪场的考试嘛，所以咧整年差不多就是一题到两题但是会出伫对一场的考试，这咱无法度甲你确定，但是咧会使讲，这个题目的数量是真少，所以伫准备考试的时阵咧，毋免讲放伤侪的这个时间甲心力伫这个单元啦。虽然讲伊这个单元较无正咧考，但是咱犹原爱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互你知影讲你若是阁有淡薄仔时间要来去准备这个单元，会使为虾米款的方法来去做一个掌握。咱头来先咧讲这个国际关系，基本上就像伊字面顶悬的意思，就是国甲国之间的关系。有虾米款的关系呢？主要就是两个啦。第一个叫做冲突，第二个叫做和平。就像咱有一本真有名的小说叫做《战争甲和平》嘛。遮咱讲是冲突，因为冲突有真侪方面。战争只是冲突的一个典型尔。所以国际关系主要你安怎来去掌握？这个单元就是为这个冲突甲和平这两个部分甲掌握。头来先咱讲冲突，你来先了解讲虾米款的因素会造成国甲国之间产生这个冲突。咱自这几冬以来，咱会使看到讲国际顶悬有真侪无共款的冲突，包括着战争经济方面的冲突等等这拢是咱现在会使发觉一寡现象所以这考试若是要考，应该这部分嘛有真有机会。上有名的几理论，你爱小可甲了解，包括着这个文明的冲突论等等过来就是有这个冲突要安怎来去避免这个冲突的发生，包括着这个集体安全甲这个权力平衡等等的说法你爱小看甲看一下。过来就是和平咱大家拢希望世界和平要安怎来去达成这个和平的目标，有虾米款，包括着外交的手段还有这个 Washington 的共识等等，即寡小可甲看者所以咧，咱国际顶悬国甲国之间一定有关系有关系就是看是好的关系还是歹的关系。学者咧针对着这个国际关系的观察以后，伊就提出了真侪这个理论来解说，讲国际之间是安怎会发生咱所看到的即寡现象。所以呢，有真侪理论较有名的，包括着这个霸权稳定论，甲这个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是较爱考，因为咱讲即马美国这个Donald Trump 伊是咧创的呢，就是这个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有分做无共款的类型包括着这个公式现实主义等等其他就是这个康德Kant 德国的哲学家伊所提出的这个较理想的理论嘛是一套啦，但是因为咱现主是发觉讲，这世界顶悬逐工拢有战争甲这个冲突的发生嘛，所以因讲虾米世界大和平人类共同体等等的即寡较理想主义的物件呢，考试较无爱考，爱考的就是咱逐工拢咧安尼，这个杀来杀去的即寡现实理论现实主义即寡咧是考试会使讲较爱考啦。还有这个集体安全，还有提示一下集体安全权力的平衡等等的即寡物件，你爱小可甲注意一下就会使以上就是国际关系。你讲国际关系这毋是真复杂实际上国际关系是真复杂，但是伫考试场顶悬，伊会考的物件呢较少所以呢，毋免讲太烦恼就对好，以上来简单甲大家做一个补充。这个单元你若是考试进程时间有限，你甲人过嘛是无要紧你着自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来去思考国家
甲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嘛就会使咯。好啦，以上咱上倒一个单元就是国际关系，咱到这已经将这个看有的政治的制度的部分讲了啊。咱最后的一个单元就是后一个单元要来说明的，就是看无的部分，也就是政治的思想迄个部分呢，题目的数量有较侪啦，但是甲即个国际关系比起来有较侪，但是甲咱上大的迄三个单元，包括着国家政府宪政甲公民社会比起来咧，嘛是讲嘛算较少啦。所以咧，你犹原爱开一寡时间甲看者，迄叫做政治的思想。一般的考试顶悬的逐个朋友同学啦，嘛会较烦恼迄个单元，因为较看无物件，逐个惊嘛，啥物理论一堆啦，意识形态啦，惊死人意识形态啥物物件啦，等等的。但是第一个伊个考试的数量无讲介侪啦，第二就是其实伊个考物件嘛真有限，第三就是重视伊个考，但是迄寡概念，啥物意识形态等等的。嘛，无讲介困难来去做了解，所以呢，请大家会使放心嘛。实际上，咱就后一回再个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应该会使来破除大家心内即个烦恼啦。就是安尼。好，以上就是咱即回要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的部分，就是较无重要国际关系的即个单元，咱就甲大家简单说明到这。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